文夏，永远的歌王。见摆讲起到伊，咱就会想起一条过一条，要算会了袂尽，感动佮轰动的歌词。啊，毋过今仔日心所爱的歌的节目，佫将要来邀请甲文夏真知己一个下辈人，也是大型演唱会制作人刘国伟先生，先来讲起文夏甲伊的牵手，日常的生活安怎样相处。较等的。国宝歌后文雄主任嘛要来到现场，甲咱讲歌王文夏，私底下咱罕得看到，罕得了解迄一面。这个歌王平常对伊的太太、对伊的牵手是遮细心的。早时啊，落去菜市啊，看到伊爱食的，甲买转来，放咧伊啊。中昼困起来，这就是伊的早顿。我有一遍问老师讲：“老师啊，日本战败了后，你当阵人去日本，你若无你留喺日本就好啊。留喺日本，你即马你就迄当阵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嘛，你留喺日本就变日本人啊。”伊讲：“迄当阵日本比台湾更较辛苦，所以我要转来台湾啊。”我会记得有一遍伫三重埔的这个。吴家图书馆开幕的时阵，文香姐嘛有去。文香姐就到伫开讲的是讲啊，过去吼，考照老师啊做伙作秀的时阵，伫后台拢会甲开玩笑。伊讲我是恁翁的老师，啊你是恁翁的学生，所以你要叫我啥师公，啊就间接证实讲文夏老师是考照老师的学生。伊上在意的代志就是讲，我写的歌，过去我是出于爱国心，吼，甲这日本歌，因为当阵讲日本话嘛，吼，台语也无啥好讲，所以我甲天书，吼，改做台语歌，啊，大家熟悉，因为大家已经惯习日本的这个歌的旋律嘛，啊，我互大家唱台语歌，用安尼来对咱的台语。有进一步的这个学习，结果一个学者甲我批评，讲我是叫做混血歌，讲我是背宗望族啦，啊有骂甲足歹听，伊对这部分伊上在意。文夏老师是一个歌王，啊，比如讲，有人是拢会开讲，讲像讲总统一届4年，较熬，互你做8年，我歌王做1世人。若是留去伤心目屎，我来离开，行到他乡的天边海角，再会故
伊的形影。实在世间只有一次真正的真爱，怎样会袂记？夜夜在梦中，再会故乡，再会啦。心酸的迄个人，火车若开出去前都暗无，到处无定飘飘雨厝，流的思念，消散的身躯为风雨摧残。再会故乡，再会啦。心所爱的歌，今日咱总是等着《心所爱的人》这条歌的主唱人文熙老师的弹唱，国宝歌后文香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各经理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文香。心所爱的人，老师你捌甲我讲过，嘿，唔是5字，是3字。我跟你讲哦，迄当阵哦，有即个5字的吼，即个由来啊吼，就是迄当阵老师有女朋友啦。哦，有女朋友时，阮就囡仔时代拢较调皮啦，较作孽啦，就唔敢讲迄老师因女朋友啊啥，唔敢安尼讲啊，就讲迄老师因的5字的啊。调工想这3字就对啊，5字的。嘿啊，5字的啦吼，我就讲老师，迄恁5字的过来啊，安尼啊，老师就讲，什么5字的啊？恁是咧讲什么话5字的？我就讲，迄个就是恁心所爱的人啦。有影5字。 5字嘛，对无？吼，阮就迄阵拢甲老师讲，迄恁5字的啦，安尼啊。老师就讲，吼，恁这高囡仔吼，可拢会想会出来，这个话安尼啦。阮迄阵无咧讲迄恁女朋友也是恁男朋友无嘛，阮就拢甲讲迄老师因的5字的，5字的就是代表心所爱的人啊，5字的啦。就是尾老师有一条歌叫做5字的，请保重。 5字的我嘛真勇行。对，嘿啊，对，就是这条歌的由来，就是就是无讲心所爱的人，请保重，无遮长嘛，就讲5字的，请保重啦。真侪听众朋友也是观众朋友，伊拢唔知影什么意思啦，什么5字的是什么意思啦。所以今天终于谜题揭晓。董树林伫遮，头拄啊，我讲的，老师讲的，你安尼。尼家己动头较共想。系啊。不过我嘛知影讲为着这个5字的吼，敢若你吼，原来真辛苦，讲一站时间吼，拢爱安尼芳中昼、芳暗顿，去互因两个关伫咧楼尾顶咧食呢。芳互因5字的食。无，迄当阵是老师的女朋友来啦，来吼，可能是查某囡仔人啊，较避暑吧。拢含老师拢住伫楼顶3楼的房间啦。阮食饭是甲迄个较早是阮的公公婆婆吼，因就住咧2楼啦。食饭厅嘛伫2楼啊。迄个查某囡仔拢唔敢落来甲因食饭啦。安那安尼？唔知呢。迄当阵吼，拢叫人着爱3顿拢爱甲放入去房间好食啦。
大生老师是唔敢叫阮大家芳啦，伊是讲叫迄个煮饭的吼，迄个请的甲芳啦。伊讲我灶口我都无闲甲，我家己一个咧煮尔尔，我无闲甲，我哪有这时间通甲你芳饭起哩啦。然后伊嘛歹势去叫因遐个弟媳妇啦。我伫老师因兜这学生，我嘛算带上久的啦。啊，恁就讲文香啊，无你芳啊，啊你带上久的你芳啊，安尼啊，我嘛唔敢讲唔啊，好啊，所以吼拢照三顿啊。咱迄当阵讲安尼芳吼，是无啥物怪怪，无感觉啦，是到大汉咧开讲的时阵吼，咧开玩笑啊。讲出来讲吼，较早吼，老师因女朋友来因兜住吼，我拢照三顿咧甲芳饭啦。哦，因大家甲我笑甲啦，伊讲，芳饭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我哪会知啊？我囡仔时代嘛唔知影讲芳饭是什么意思。伊讲，他就是人家往生了，那就要给那个自己的长辈吃。啊，的叫三顿芳、早顿、中昼、暗顿，安尼芳叫做芳饭啦。哦哈，这芳饭的意思是安尼。迄时你才几岁？我12、13岁尔吧，足细汉的。老师，咱讲实在，你扪心肝讲哦，12、13岁迄个吼，你安尼三顿甲芳起你互因5、2个食的时阵，你心内敢对老师有加加减减，有迄个敢若讲爱慕的意思？无哦，因为迄当阵我足少岁。啊，老师有女朋友，啊，伊迄当阵嘛袂敢讲我咧爱老师，啊是老师咧爱我，伊都无爱我，伊都有女朋友来住伫因兜啊，哪有咧爱我？毋是嘛？是一直心肝内拢有一个疑问，就说啊，你都敢一个查某囡仔人，都敢来到老师因兜住，啊，搁甲老师住共房间啊？为什么你毋敢出来甲因爸爸妈妈做伙食饭，甲因的兄弟啊做伙食饭？阮囡仔时代拢有这个疑问啊。啊，包括老师因遐弟媳妇吼，嘛有这个疑问啦。啊，你11、2岁的时阵，甲老师是单纯老师甲学生的往来哦。对啊。啊，那经过无几年吼，老师开始感觉讲，这个文官，你较早文官嘛？我较早就文官啊，迄当阵还个文官，已经少女啊咧。那经过无几年，就开始安尼，对你有另外一款想法是安尼。那个时候吼，就是讲，咱较早拢随便顶台啦。啊，随便顶台拢有一寡迄个影迷啦吼，啊，看阮随便顶台，啊，较早的人是较单纯啦，拢是会写批尔啦。你讲情书，伊嘛毋是情书啊，伊是敢若写一个讲啊，你长得很漂亮啦，你安怎啦，啊，就写一寡迄啊内面甲你放一张相片啦，吼啊，就写讲后壁甲你写讲勿忘影中人啦。啊，我哪会知影伊什么人咧勿忘影中人？也票嘛有写伊的名，我根本都唔捌伊。啊，迄时阵歌迷啊，对啊，崇拜啊，系啊，崇拜嘛吼，啊，伊就安尼写来，啊，毋是干那一张嘛，几落张嘛，行到每一个所在拢有，高雄嘛有，台中嘛有，台位都拢有嘛。那然后他那个人写，很多人都写过来的信，他写过来的信，老师拢会讲拍开看，伊拢爱先检查啦。看是到底是什么人写来啦，伊咧要先检查。哦，原来我有遮尔那一个男生咧追求，哦，咧爱慕啥安尼啊吼，那我也不当一回事啊。那个迄批我嘛是无甲收起，嘛无留起来啊。啊，迄相片我嘛无留起来啊。啊是到有一天，老师的妹妹倒来到台南的时阵，啊，做阮3个人做伙去迄个麻豆，看人咧压老热啊。问一下老师的妹妹啦，就讲哦，文官吼，安尼愈来愈大汉啦吼，啊皮肤阁愈来愈水，愈来愈油水，哦油水，古早人讲油水就是讲啊皮肤就白白嫩嫩的迄个意思，碰皮的意思啦。就老师听到这句话，才去知觉着讲哦，连伊妹妹嘛有感觉了。啊，但是伊妹妹讲迄嘛，毋是讲有意的啊，无有意，嘛是自然讲的啊。对啊，自然讲的啊吼，伊是咧讲互老师听安尼啦吼。啊，老师伊心肝内可能就是感觉讲哦，真的呢，连他妹妹拢有这个感觉啊。那应该我就是很多，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在追求啊嘛，所以伊就感觉讲哦，安尼真正是哦，我真正是哦，就长大了，那他才向我求婚。真正是对幼囡仔变做一个初恋的少女啊！真的。
大的少女文官，文香老师叫你文黑老师的家庭，迄个时阵，伊甲你开喙的时阵吼，你敢会感觉讲怪怪啊呢？刚开始怪怪呢，我惊到呢，伊甲我求婚，我惊到呢，甲我讲叫我嫁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应呢，但是我迄个一瞬间我就讲，老师我迄个遮少岁吼，我嘛袂当做主呢，我爱倒来问阮妈妈因啦、阿嬷因啦，我唔敢做主意啊，老师就讲好好的时阵吼，我才甲阮干妈讲。甲阮干妈讲，我叫阮，因为阮干妈是甲文哲老师是好朋友，才叫阮干妈等于甲阮阿嬷妈妈讲，阿嬷讲妈妈讲，大声阮兜的人惊到啊！是讲差伤济岁数。第一，差伤济岁。哇，老师遐有名的人，要带阮查囝，哪有可能？佫年岁差遮济，佫刷落去因兜迄大家庭。伊遮少岁要安怎去人兜捧人的饭碗？惊听人袂起。嘿啊，佮说落去，老师因兜是一个足有名望的家庭，阮兜是足普通的家庭，是要安怎去嫁去人兜啦？差伤济啦！阮妈妈因拢无爱啦，阿嬷拢无爱，大家拢反对啦。老师就讲袂啦，我是伊囡仔时代带大汉的，当看我大汉的，应该是伊带入来，我嫁入来这个家庭应该会习惯啦。阮妈妈因也是佫无爱啦，伊就讲哇，迄年岁差伤济啦。迄大家庭，迄即马是嘴安尼咧讲吼，迄正经入去人的家庭的时阵吼，都无共款啦。然后老师因妈妈就讲，袂啦，我是从伊囡仔时代看大汉的啦。若佫嫁入来阮兜吼，我嘛会将伊当做家己的查某囝安尼咧甲疼惜啦。阮妈妈嘛甲讲，恁迄大家庭。阮查某囝较少岁是要安怎捧恁的饭碗，恁佫遐有名望的家庭，唔敢甲答应啦。因就讲买，无差，就反正吼，老师若出去唱歌，我嘛对出去唱歌；拍电影，我嘛对出去拍电影，无差啦。迄个生活拢袂改变啦，无差啦。他就是这样子讲，所以阮兜的人才答应的，是安尼才答应的啦。恁婆婆吼，我所在有影有照拼照行。尾也真正对你足好对无？足好的，我跟你讲吼，老师互我阁无遐感动。阮的婆婆吼是一流的，全世界一流的。我毋捌看到一个人迄个做太太的人、做妈妈、做阿嬷的人吼，迄真正一流的，迄修养一流的，毋捌骂过人，毋捌对人大声，尤其对遮个后生新妇孙。佮包括伊遐个学生，包括遐个老师，伊所请的员工，厝边头尾拢毋捌讲大声，也毋捌含人相骂，也毋捌讲安尼讲歹声扫一界，拢毋捌。包括我嫁去到因兜我若咧骂囡仔，你毋通安尼骂，你毋通安尼骂啦，迄囡仔毋通安尼骂啦，好啊讲。嘛安尼甲我讲，对阮遐小舅嘛安尼，阮遐小舅若咧骂囡仔，你毋通安尼骂啦，毋通安尼骂，人阮一手囡仔都拢无骂，安怎会恁咧教囡仔拢爱安尼骂？我的脾气是互阮大家影响到的。我后来我就被他的那个所感动，以所者所有的行为，我都慢慢的在学习。老师讲后世人要搁娶我啦，讲后世人我不爱嫁你啊。伊讲你是安怎不爱嫁我？我讲。唔係，你的个性和恁爸爸足共款的，拢足歹的。我会嫁恁妈妈，看要做伊的新妇也好，查囝也好，查某干嘛好，学生嘛好，做厝边隔壁拢好，就是无爱嫁你。我甲他说，我就是无爱嫁你。伊甲我讲，毋过后摆我若是个我妈妈的后生，你嫁入来嘛是个我的某，我不见得是你的某，别人的某。真的，这款的作风拢影响时势啊。足影响的，才会体会。对，真正，这个影响我足大啊。我较早年轻的时阵，足少岁的时阵我嘛脾气足歹的呢，我嘛足车的呢，我有够车的呢。
啊，但是吼，我嫁入去因兜的家门了后吼，佮看到阮婆婆安尼吼，然后因个迄个大家庭，然后我就发誓，我伫我家己的心肝来发誓啦，我一定要做得很好，我一定要让人家袂甲我排斥，袂讲啊，你遮少岁，你逐项拢袂晓，你安那安那，我食一回，我拢学一回。咱国宝的歌后文香咧唱《飘浪之路》，这是老师头一个作品。对，高中的时阵做的。你咧做伊学生了后，伊感觉佫有时间会写一寡新歌，你感觉看到伊咧创作？有啦，伊有咧创作，毋过伊咧创作的时间，我是拢会回去阮娘家啦。因为迄当阵囡仔拢伫阮娘家的妈妈咧顾，啊，我拢会回去阮娘家，啊，老师拢会伫阮厝里，家己咧写作品啦。啊，伊若最近写新歌了后，敢会讲即阵啊，就摕出来甲恁教，叫恁练？有啊，有啊，嘛会啊，嘛是会叫阮练歌啊，系啊。啊，伊当阵佮到尾啊来到，阮都拢有学乐器，啊，学乐器阮就会演奏嘛，就爱练啊，爱训练，啊，就是文学四姊妹的合唱团，阮就爱练歌，啊，就练老师的歌，老师会就甲阮教，嘛爱练。听讲伊咧教歌，咱像足严的对无？足歹。我头我嘛有学到的啊，啊，迄阵啊咧学的时阵还未结婚，啊学吉他弹唔对，伊嘛拔落去。咱咧弹吉他安尼咧弹，啊，因为伊徛咧啊，
啊，就当然伊拢听有嘛，伊听有嘛，伊也免看谱啊，伊听有啊。你倒去弹唔对，伊就随知啊，伊就安尼读个就扒落去啊。伊足歹的啦，伊真正迄个军事训练的啦，有够歹的啦。迄有的拢带袂调，有的查某囡仔人啥要互安尼拍，安尼拔头壳啊，安尼啊。啊，你哪会带会掉？我就无路通去啊。你毋是讲你细汉的时阵足车？足车，我真正足车。我甲你讲，我迄当阵吼，车甲吼要去水片顶台，啊，阮兜是住台南嘛，老师因兜嘛台南。啊，古早咱都爱坐三轮车，古早有三轮车的时阵，阮拢总转来的时阵是转来伫民权路老师因兜。啊，解散的时阵呢，老师因兜的边仔12路口有迄个人咧等班的迄个三轮车，伫遐咧等的。啊，我就去遐叫一台用行的叫三轮车来老师因兜遮，啊来载，因为我有一卡拖浪骨迄个行李嘛，啊，就爱载转去，啊，我就载这，啊，我就转去啊。然后有一天，我唔知影，过灯工要出发要去表演，我真正唔知影。啊，我唔知吼，较早阮兜伫西门路，老师因兜是民权路，雄吼透早。敲电话来，啊！较早阮兜无电话，啊！阮兜的对面一间女社，啊！我拢共借女社的电话，人若老师要敲来找我的，啊，就是拜托女社因来甲阮叫。透早吼，阮阿嬷听到讲叫阮去听电话啦，听电话了后，阮阿嬷甲阮妈妈因去听电话了，起来甲我讲：菲比，我甲你讲，人讲即马要出发啦。规个人，大家拢咧等你一个啦。我惊一个，我等我一个，什么意思？等我一个。迄阵我搁咧困啊。讲人大家拢要出来呢，讲你哪还袂到啦？讲要出发去倒，我都唔知影。伊讲人讲要去表演啊，我唔知呢。讲紧嘞，爱款行李啦。哦，阮阿嬷咯，头浪骨摕出来，甲倒款行李啦，有诶无？款，啊，就赶紧嘞，赶伊到吼，我家己赶行李哦，赶伊到阮兜住伫巷仔底嘛，我就爱赶伊到巷仔的外口遐吼，大路边啊吼，有迄个咧三轮车咧等的所在，我爱赶去到遐坐三轮车，佮去到老师因兜的民权路去哩，你敢知影？去哩到地吼。有影啦，大家拢咧等我。我讲啊，是安那要出发，拢无甲我讲啊，我哪会拢唔知啦？伊讲人有讲啊，你拢唔知哦，你拢无听到。我无，我真正无听到。伊讲紧嘞，老师伫3楼的房间咧等啦。往好，我就噗，就走去3楼的房间，要甲老师讲我到位啊，老师会使落来啊。结果阮大官，阮公就坐咧迄客厅咧等我，就甲我看我。蹦，走去3楼，要去3楼，啊到2楼的，伊就甲我讲啊，啊你袂前买到遮大牌哦，你互所有人拢等你一个哦，啊人大家拢准备好，啊干那你一个，也搁当人就拢等你，你即马呢，你毋着当做你足大牌的，我讲无啦，我毋是啦，我真正都毋知影讲今仔拄好要出发要去表演，我讲老师讲，迄阵拢叫伊老师讲啊。我讲老师讲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我真正唔知影讲今仔要出发啦。你唔知影，人大家都知，啊，迄个你唔知，你即马大牌啊就对啦。你若唔大吼，你做你卖大啦，你唔免安尼假大牌啦。我讲你讲我假大牌，你叫我卖大，你讲的哦，好，我马上卖大，撇势我随按2楼的落去啊。我按2楼，我无去到3楼哦，我无甲老师讲哦。落去了后，我行李赶咧，伊讲文娘啊，你都等到位呢，那是要搁去倒啦？我要来等啊，连阮婆婆那时阵拢叫老师妈，老师妈都来甲我求文娘，你是安那？啊，你都到位呢？啊，你是安那？你老师是甲你骂还是安那？我拢无讲，我拢讲无，我拢无爱讲。我行李赶咧，搁一直行到迄个12路口遐，搁去遐坐3轮车，我活咧搁转去，转去，阮妈妈惊者讲，你都当走呢，就当坐3轮车去，你搁坐3轮车转来。我无啊，伊讲你是安那转来？我无啊，我无爱大。伊讲你是安那？我拢无讲啊，因就讲，你绝对有原因的，你讲，你一定爱讲。阮妈妈讲阿妈，你一定爱讲。我就讲老师讲我骂，讲我假大牌，什么袂前卖，就拢互大家拢
拢等我一个。咱委屈啊，我足委屈的嘛，我囡仔迄阵啊11、2岁啊，我足细汉的。你甲我骂讲我假大牌，什么做大牌？咱迄阵大牌，咱嘛毋知影啥做大牌。讲诶，要大大，毋大卖大啦。哦，我听到这句，我讲好啊，卖大就卖大，我就走啊。伊讲啊，老师知无？我讲老师毋知。你无去甲讲，我到2楼的还没完家，我就走啊。安尼啊，啊老师就搁敲电话来啊，因为有人去甲老师讲啊嘛，讲啊文雄拄啊来啦，讲也毋知影安那，哪会搁挖的？因所有人拢毋知影。是我甲老师讲啊，伫2楼冤家，无人知。我哋个行，人去甲老师讲啊。老师，我文雄来未啊？安尼，伊讲老师啊，拄我文雄有来啦，毋知是安那吼，我哋个转去啊。老师就敲电话来阮兜啊。文雄，人所有人咧等你，你唔来，要安那处罚，啊要安那表演，啊要哦，老师就开始一直骂啦。我想讲吼，我足委屈的安尼。我讲我无爱大啦，我无爱唱啊。老师讲。你有啥物代志，你来则和我讲。阮妈妈甲阮阿嬷就讲，爱去，你一定爱搁去。哦，我就搁3轮车坐咧，搁来到出发站，出来的时阵吼，无人知影这个代志。讲有一天老师要带我，甲我求婚了后，等去阮兜讲亲情了后，你敢知伊第一个去甲老师讲，甲因爸爸讲，爸。啊，我要结婚啊呢！阮讲哈，你要结婚啊？啊，你有对象啊吗？想讲老师，毋是讲有迄个固定的女朋友安尼，几个月啊，就换几个月了，因为老师无法度通陪因嘛，啊，就是拢久啊，拢短暂的女朋友尔嘛。伊就讲啊，你有女朋友啊？你有结婚的对象啊吗？伊讲有啊。伊讲啊，你要带啥人啊？伊讲我要带文雄啊。你要带文雄？伊足车的呢，你要带伊哦。伊讲伊足车的呢，你要带伊哦。伊讲爸，伊哪会足车的？袂啦，伊袂足车的。伊讲啊，为着袂足车的。阮公较将迄天的代志讲出来给老师听。伊讲规家伙啊，大细，无一个敢甲我大声，敢若伊敢喊我大声。安尼你看伊偌歹，你看伊偌车。这嘛是头一摆，你等阮讲，等阮遮下辈讲，较早阮妈妈听你讲啊。系啊。啥物人我都毋捌去甲人讲过，但是到尾啊，我嫁入去因兜了，我就对伊足好诶。我定定都伊老大人嘛，伊爱食啥物物件，爱食啥物物件，我拢会去买嘛。我买我就摕去房间讲来爸，这互你食。安尼我就对伊足好诶。那后来他才好笑诶，伊拢有当时啊吼，迄老大人迄爬楼梯，爬来到3楼，甲阮弄门了吼，就甲阮摕钱互阮，讲这钱互恁啦。伊就知影阮拢。迄当阵拢无啥咧趁钱嘛，就讲这钱互恁啦，啊恁爱留咧，啊通好生活。迄就是因为台语歌的市场较歹，的时阵，恁爱走去日本的。对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日本，都还在台湾啊，就是有一场无一场安尼，啊所以阮公公就知影讲，阮迄当阵的收入拢无好啊。啊人拢毋知呢，社会拢讲。阮迄是上红的，拢趁足侪钱的，系啊，伊迄阵啊足红的啊，趁足侪钱的啊。但是迄阵啊，台语歌红禁起来了后，阮就拢无场通做啊，就所有电视台啊甲歌厅，就拢国语的天下，台语歌就拢无人咧唱啊。新闻你会记得20几年前，我甲你访问，老师就当我的面讲，外省的真正。较占赢，较有利，迄毋免讲的，大家都知。迄当阵拢一直拢爱去国外表演，去国外表演较是好笑呢。你迄个，阮去国外老师，尤其老师吼，去东南亚拢爱唱国语歌，迄伊拢无爱去。啊，伊爱去日本，因为伊囡仔时代伫日本读书嘛，所以伊拢爱去日本嘛。所以伊若人啊日本来聘请的时阵，老师就拢答应讲好，要去日本。所以老师上爱的国家，伊就是爱去日本表演。然后去到地，拢一定爱4个月至半年啊。结果我怀孕啊，伊讲当时爱出国啊。我还要安那，那就我就提早去那个妇产科，说我可以提早生吗？啊，医生南部的我台南的迄个医生讲不行，伊迄老医生讲不行，这安尼抑个预产期还袂到，无爱。
啊，然后袂使，我无生袂使啊，我现要出国啊，我起来台北，朋友甲阮报的一间妇产科，去互迄个医生看，医生看讲可以啦，你这个预产期差无几天啦，那还可以啦，吼安尼，啊，都要打那个催生的啦。催生爱住落去，爱甲我讲，你拢总吼去办代志办拢好，吼去洗头啦，去我临时去买红个啊啥。古早咱还有一个今日百货公司，我去今日百货公司去买毛毯，囡仔要红个啊要加的毛毯，啊毛巾被，囡仔要身躯要包的毛巾被，囡仔衫、尿珠啊，有诶无落个锁个拢总款到好势，了后。去到妇产科入去，我去洗头，洗好的时候，我甲医生讲好，我拢用好啊，我头毛洗好啊，我身躯嘛洗好啊，囡仔的物件嘛拢款好啊，会使注射，打了那个催生针，吼、迄一巴都疼到吼，安尼暗时一直疼到中昼才生，生了后吼，第3天生出来，叫阮婆婆按台南来抱红个仔转去。我第2天我就爬起来，你敢知影？因大家甲我讲，昨天不是还大肚子吗？那你今天你的肚子哪里去了？我讲无法度啊，都等下长生啊，今仔都爱彩排啊，都爬起来啊，我拢无做回来。有够辛苦。老师是安那，将来唔捌考虑讲吼，伊家己出国，甲你放，你敢知？你敢知影原因是安那？我甲你回答。答案伫咧，你即马要唱这条歌，只有你一人，才让我心平安。也是你的梦，江边的爱情，再拍起阮美梦。天下有啥因悲哀的无人？我的心想要飞去，伊的心。
相会。头一摆，李老师的嘴里讲出讲，咱这条歌红急，你的印象是差不多你几岁的时候？哦，迄当阵我搁较少岁啦。迄当阵老师咧唱恋歌的时阵，或许我还未去伊遐学唱歌的吧。我还未去伊遐学唱歌。啊，你开始做伊学生了，敢捌听到伊闹讲，哇，这咱去倒位表演，结果人讲台语歌袂使唱，还是倒一条歌，唱片去甲我禁起来啥？这个代志你头一摆听是几岁？迄当阵就是，已经9岁、10岁啊吧。迄当阵就已经我拢有，就尾仔就知影，尾仔就知影就有苦酒满杯迄个悲恋的酒杯嘛。什么星星甜我心啦，啊什么妈妈我也真勇敢，妈妈请你也保重红阮的故乡。哦，足济啦，老师红禁要几百条的呢。老师一定足懊恼的。啊，当然嘛足懊恼的啊！因就讲吼，什么遐个歌啦，什么歌词，拢无健康啦。吼，你做兵啦，你袂使思念故乡啦，你袂使思念妈妈啦，无你就是会当兵啦。啊，较早伫个金门咧做兵是要当兵，要倒去倒啦。迄边我甲老师访问，老师甲我问讲。啊，人讲这条歌若听完了，对金门收水收倒来，你看敢收会倒来？啊，就是啊，你家己头脑你小想者嘛知，你按金门会当一直收，你倒兵，啊，迄一个金门岛你是要倒去倒位啦，对无？啊，你要倒啊倒按倒去，要倒兵是要倒去倒，啊，你讲会当跳水收，是按金门收倒来到台湾咯，那无可能。你若讲收去福建嘛，佫较有影。嘛是因为安尼，老师才想一个办法讲。过去我来拍电影，直接表演给观众看，敢是？是啊，迄当阵足侪广播员吼，拢有那真趣味哦。他们吼，因拢会甲遐歌的歌名，拢会甲伊改，因拢甲改歌名。啊，请恁这听众朋友大家来收听一条，妈妈，请你放心。吼，啊，其实这条是妈妈，我也真勇敢。妈妈，请你放心。啊，因迄当阵遐拢外省的啊，台语歌因都听无。因就干那咧对歌名尔。啊，妈妈，请你放心哦，这条无禁啦，好，这条会使播啦。是委屈到咱这业界家己本身的人。去到遐吼，人日本人对阮足好呢，因吼拢一直想办法要互阮趁钱。咱这个歌星，咱这个演艺人员去到因遐，因无爱互咱讲干那伫因的会馆表演一场尔，因佫会去甲遐个国饭店。甲国饭店讲，因的遐温泉区香根有很多饭店嘛，伊就讲去甲因讲有外国来的这个表演团，恁的饭店刚好要请因来表演，因迄拢有宴会场嘛，啊，你就请因来表演，啊，一场偌济钱，吼，啊，互阮趁额外，阮会当公家分，啊，就是有咧甲咱带念，啊，就是拢帮阮趁钱啊。然后，互阮搁加额外，啊，阮即马即个食饭时间，啊，阮就会当去各大饭店去遐表演。因这个会长吼，因这个观光会馆的这个会长吼，搁较好，伊甲阮讲吼，爱买花，花吼一束一束拢放咧迄个外口的迄个桌顶，互遐个观众来甲阮献花。哦，啊，献花吼，伊即马总讲今仔日准备10束，啊，10束花一束花是入票1000块。10束花就顶有1万块，啊，即马因啊，阮人也甲阮献花了，吼，啊，阮就较紧摕按后壁去啉，摕去后台，因就较紧工作人员佮收咧，佮摕去头前佮摆咱人佮买，啊买就佮来甲阮献花，一暗就几落万块的入票的收入，那就是等于互阮额外的再收入，啊，阮遐花的钱，阮就拢大家拢公家分，迄是拢因日本人想起来哦，想起来要安怎互阮。加趁一寡钱，佮发明一个，毋是有咧签名的，有一块咧纸板。阮表演煞，阮会当去头前遐坐迄个长长的桌啊，啊纸板一人摕一块，啊因若甲阮买一块纸板，啊阮就甲签名，
阮遮的人的名，拢总签踮迄个纸板顶悬，安尼就互因安尼一张，阮就卖500，看因下暗准备几张，阮就是卖几元，安尼迄拢额外互阮收入的。囝拄生出来无偌久，就爱去日本。我囝打生一工尔，我就爱出来彩排啊，未满月我就拢出国啊。将心比心做妈妈的，你迄个时阵心理一定足艰苦。足艰苦的啊！去到遐无法度啊。伫咧异乡上界艰苦的时阵，就是师母，你含查某囝讲国际电话的时阵。嘿啊，哭甲迄阵囡仔嘛哭，我嘛哭。迄阵拄啊会记你一个迄个元宵节。元宵节迄阵囡仔足细汉嘛，拢伫阮公公婆婆家。迄阵我就拢拜托阮，迄阵已经咧读幼稚园啦。我就拢拜托阮小婶，就做伙大，甲因的囡仔拢做伙斗阵食饭啦，困是困阮的房间啦，但是食饭我贴伊食安尼啦。然后迄天拄啊元宵节，我都伫日本敲电话转来，伊就哭甲骂叫啦。我讲你是安怎一直哭啦？伊就讲伊的堂姐堂妹啦，就是阮遐小侄，因拢会带出去佚佗啦，伊拢无啦，无爸爸妈妈甲带伊出去举花灯啦，讲吼因拢有举花灯啦，讲伊拢无花灯通举啦。干那我甲阿公阿嬷伫咧厝里咧顾厝啦，我拢无举花灯，别人啥物人，因爸爸妈妈拢带伊出去举花灯，我拢无举花灯，就哭甲骂叫。听了之后，我心里我也很难过，我嘛一直哭啊，我讲无法度啦，爸爸妈妈就爱趁钱啊，互你啊，嘿啊，我可不中的啊，我倒来吼，较买足济花灯互你敢好，嘿啊，那个时候真的是。迄个时阵尤其囡仔嘛，伊甲2、3岁啊，伊哪会捌啥物，根本都唔捌嘛。但是迄当阵呢，我阁爱甲安慰啊，嘛爱甲安慰讲无啦，迄个袂啦，咱爸爸妈妈趁钱以后倒来吼，买足济花灯互你啦，安尼啊，我买足济玩具倒来互你哦，买洋娃娃哦，买啥安尼，一直甲骗安尼。听无啊？听无？嘿啊，伊听无啊。干那一直骂好，一直哭，听伊哭，安尼嘛哭。老师伫边啊，听我咧讲安尼，老师电话接过听，老师嘛哭。无法度啊，迄阵台湾都无迄个市场通表演嘛，就只有爱去国外表演。等到国外国人，等到个比咱家己中国人个对阮个较好，你知影无？你中国人，你甲我禁唱，阮袂当唱台语歌，我家己的。台湾的国家我袂当唱台湾歌，我着爱搁去到离乡背井、他乡外里搁出国去唱迄个台湾歌，互遐听无台湾歌的外国人听，搁甚至外国人搁比咱遮的中国人搁对阮搁较好，你知影无？人搁安尼，拢一直咧甲阮支持，惊阮食苦，惊阮啥物货安尼，就真的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想起来就讽刺的啦。总是师母，咱感觉讲真加载，因为时势变迁，即马全台湾的人，大家对老师的怀念，理解讲较早伊安尼坚持，你安尼大力甲伊做伴，理解讲文学所写的歌是台湾歌谣的财产，总是过去做派压制遐的人，已经退掉了啊，台湾人已经出去啊。咱即马真正会当理解讲，台湾已经甲过去无共款。不过你的委屈、老师的委屈、社会该当时爱重新搁去亲近，该当时爱搁重新互恁公道啦。对啊，嘛是爱互这咱少年一辈啊，无论是讲观众朋友也好，还是业界这少年的这拢好，互因知影讲。过去的台湾的这个历史，然后台湾歌坛的这个历史，是阮拢安尼，阮拢是一步一脚印，然后安尼拍拼，共同安尼拍拼，安尼行出来啦，毋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。相信咱的国宝的歌王伊的精神，原在永远留伫阮下辈的心内。我知，因为老师的歌啦，甲伊的。一生的历史咱台湾人对伊拢足尊重，嘛甲伊足钦佩安尼甲伊
足支持的啦，尤其吼一寡观众朋友吼，拢过去拢听老师的歌，啊，拢支持老师买唱片、看电影、拍电影，随便人拢家足支持的，这是真正，这是有影啦。但是无法度，迄当阵观众要支持，吼，但是咱的国家都唔支持。对无？伊都无引准咱家己的本土化的艺人伫咱本土表演。啊，阮是为着生活，阮嘛爱饲囝，对毋对？阮嘛爱生活，所以阮就无法度，阮就爱去离乡背井去外国唱台湾歌，互遐听无台湾歌的外国人听。师母，你笑笑啊讲，不过我相信今仔日所有的观众朋友听到心内拢足唔甘，阮永远的宝岛的歌谣。谢谢，大家无气嫌。我嘛要诚意，邀请你谈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亲像世界的电海明星，印迄个流恋的手印共款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国宝的歌谣文香，来到咱心所爱的歌的节目，声声句句所讲拢是心内话。实在这话，身为台湾人、台湾囡仔。咱唔通无了解，诚意感谢师母，感谢，我足谢谢国珍，啊嘛足感动，感谢。心所爱的歌，唱台湾人的心声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你，师母多谢，谢谢，感谢。